咱上帝。当咱每一摆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主的圣所，咱摆在咱的祈祷的时，就是拿香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来三个来读即节的圣经赞吼，做伙来读。上主啊，求你听讲道的诉求，留心听我的祈祷，我无用干燥的嘴唇祈祷，求你压耳孔来听。主是听咱祈祷的上帝，咱要大声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来感谢咱的上帝，因为伊是万主的主，伊独行其事，有创造，伊是创造万物，伊是公义甲慈爱的上帝。咱来到伊的面前来认罪甲悔改，咱用感恩甲认罪做伙三个跪下来祈祷。主，阮知阮是你所创造的，你创造一切世间万物。当我佫一摆来到伫主你面前时，阮就是要来感谢你的恩典，来阿罗主，求你来帮助阮，因为阮时常犯罪，无遵守主你的旨意，就是来帮助阮，可会当洗清去阮的罪过，来佫一摆来到主上帝面前，甲主你三甲亲近。
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接下来，咱要来做异地甲透房的祈祷。咱会通邀请咱的主耶稣来遮做你我的主无论是咱的身体心灵、思想、情感、意志甲身体的主，将咱的忧虑来交予上帝。咱若有辛苦病痛的，咱会当花手伫咱的身躯病痛的所在来向主恳求，求主来帮助咱，来医治咱。咱同齐开声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主啊，求你来医治我的软弱，求你来看顾我的需要，无论我是心灵、忧伤，或者是我的身体是无爽快，或者是我有其他的限制。这是阮正徛这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会将阮的家己交伫主你的手中。阮求主你来成做阮全人的主，无论你是心灵、意志甲情感，主啊，阮拢要将阮的全人来交予主你。求主你来帮助阮中间有侪兄弟姊妹因有病痛伫因的心上，主阮知你是医治的主，当你下手伫因的心上的时，因就要得到医治。你来帮助阮，当阮来向主你呼求的时，你就来医治阮，来帮助阮，来看顾阮。感谢主，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为着本主义来守望来祈祷，咱三块为着咱的牧者甲中级团队以及咱所有参与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来快乐，互因的服侍会当荣耀主，来互人得到利益。咱今仔日也要为着教会的侍奉来祈祷。目前还佫欠真侪的招待的同工，求主来感动有负担的兄弟来参与服侍甲训练。也要着今本主日是校庆主日孝亲主日，咱伫即个礼拜结束了后有闯关的活动咱邀请伫社区据点，无论是是大人也是小朋友咱来到伫即个中间来闯关，求主互咱帮助，互即个活动会当顺利。咱要为着第18组来祈祷，科长是田初瑜长老，小组长是立柱长老求主赐福，互遮有婚姻家庭的组员会当伫同心伫基督内面来成长，也保守单身的组员会当伫主内面来学习去听甲避听。求主来帮助，或者组员当亲近上帝，来跟对主，来进入祈祷。咱三个为着本主日的时间以及即个18组来祈祷，同心开声。社区的长者来到伫阮的中间，求主你来帮助，互因来到阮三千斤的时，就来搁较来认捌你，来甲主你三千斤。主你保守18组的兄弟姊妹，主不论是因已经有家庭的兄弟，伫因的家庭中间，主你成做因家庭的主，来带领因也是遮单身的组员，主你互因。为因来陪伴因所伫人生中的重要的伴侣，你来保守互遮的组员当搁较亲近来跟对你，来甲助你3千斤。阮也要为着今早起所有的主日活动来求助你来帮助阮，来带领一切。阮即时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三甲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
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我真欢喜，人招我讲来去上主的殿，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0首。我目举起向天，请起立吟全首。即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的圣名。你是全能的上帝，永远的君王。你创造人类甲万物，你掌管阮的性命。愿主你的权能来改变阮，愿你的信实慈爱来引带阮，愿你的恩典来帮助阮。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每天的读经、祈祷，要来亲近主，要来朝见主，求主降临，做王掌管阮的心。阮用信心来倚靠你，阮知你是救赎阮性命的主，阁是疼阮的主。你是道路、真理、活命。耶稣的宝血洗净阮的过错，互阮得到定头生的性命，领受圣灵赐予阮的恩赐甲才能。阮要尽心尽力去服侍，将福音传予阮身边四周围的人，互每一个人会当得到救赎的福音，得到这个好消息。阮知，阮有时做到无够额，有时会软弱、失志、犯错。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互阮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一生行伫真理的道路上，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全心全意来倚靠主，将一切荣光归予主。今仔日
是子孙节教会有举办3代同堂阿公阿嬷甲小朋友的活动，求主保守看顾。今仔日的活动过程当中，总平安顺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咱做伙来启应，请坐。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3篇，就是以赛亚书12章。伫迄日，你会讲：上主啊，我要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生气，你的受气已经煞，你有安慰我。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靠伊就拢免惊。主上帝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学乐。伊是我的救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祖先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这声，你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抢水。伫迄日，恁会讲：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将伊的所做伫列邦中报扬。恁着唱歌学乐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即时，请社区德福关怀据点来献诗。今仔日所要吟的诗歌是《布谷鸟》。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那今天是孝亲主日，那很感谢教会就安排德福据点的这些长辈们就一起要来做礼拜，然后来献诗。那我们这些德福据点的那个长辈，他们很期待来参加礼拜，而且他们为了这次的一个献诗做了很多的准备哈。那我们一起来他们今天所做的一个表现，要献给神的这件事。用上肢哈，我们有下肢跟上肢的运动，他们是用上肢，上肢就是双手，然后他们用律动、用运动来呈现。好，欢迎大家来。谢谢。
是冬天，从来没有烦恼，没有花香，也没有树高，也没有迷人的外表，但我会陪你直到老，什么也不会计较。生命的转换在一瞬间，希望的呼喊在天边。布谷鸟在深山脚，唱着动人的歌谣，歌声唱遍了悲伤的人，把一切都忘掉。要飞到天涯海角，我是勇敢的小鸟，哪里有永恒的微笑，给我们的怀抱。布谷鸟在深山脚，唱着动人的歌谣，歌声唱遍了悲伤的人，把一切都忘掉。要飞到天涯海角，我是勇敢的小鸟，哪里有永恒的微笑，给我们的怀抱？哪里有永恒的微笑，给我们的怀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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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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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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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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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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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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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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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
教会。咱用普写来感谢咱德福遮的社区的学员甲长辈，愿上帝祝福。请坐。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下11章18节甲23节。18节，罗伯安娶玛哈拉做某，玛哈拉的老爸是大鼻的囝亚利摩，老母是亚西的查某孙以利埃的查某囝亚比海。玛哈拉生3个囝，亚乌斯、示玛利亚，甲亚撒罕。后来罗伯安娶亚撒龙的查某囝做玛加做某，伊生4个囝，阿比亚、阿泰、示撒，甲示罗密。罗伯安有18个某，60个妃，生28个囝，60个查某囝。伫遮个某甲妃的中间，伊上疼阿撒龙的查某囝玛加。罗伯安设立玛加的囝阿比亚做太子，伫伊的兄弟中做头。伊要立伊煞接做王。罗伯安做事精明。分派伊所有的囝去犹大甲便雅悯全地，逐个坚固的城，搁互因充足的粮食，来因娶足济的某。请本堂陈伯志牧师讲道，题目是“济囝济孙的准备”，济囝济孙的准备。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咱国家所定的一个真特别的节日，叫做祖父母节，就是阿公阿嬷的节日。咱今做阿公阿嬷的，请举手一下，做阿公阿嬷的。哇，咱甲遮举手的兄弟来甲因拍婆啊，甲因恭喜阿公阿嬷节快乐啊！这个节日呢，是咱的国家伫100年民国100年，就是13年前所定的一个节日。全世界已经有遮个国家拢咧庆祝即个阿公阿嬷的节日。
吼，大多数拢是用礼拜日，吼，嘛是日本，特别是用迄天，毋是礼拜日，但是日本迄天休假来放假，吼，来庆祝甲阿公阿嬷做伙时间。虽然咱才拄拄开始10几冬啊，吼，但是咱今日教会吼已经对连续几啊年吼，拢有伫即个8月的第4个礼拜日，甲定做孝亲主日，吼，就是要来甲阿公阿嬷做伙来过节，吼，嘛要来尊迎咱遮的所有阿公甲阿嬷。好，今日牧师要分享叫做囝做孙的准备啊，多子多孙多什么？福气啊！但是嘛有人讲多子多孙多受罪啊。好，毋知你感觉做囝做孙是享福，还是伫遮咧艰苦啊？总是咱对圣经，吼，今日读的圣经，吼，咱看到上帝互咱的祝福，吼，就是有遮伊所赏赐遮的后裔，甲遮的后代啊。伫要分享以前，吼，请咱做伙搁一摆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阮的国家所定祖父母节，也是教会特别所安排孝亲的主日。今日阮也真欢喜，有德福社区的长辈学员做伙来到伫主日礼拜中间来遮吟诗跳舞，来遮敬拜。也愿上帝祝福阮每一位做阿公做阿嬷的，拢有健康的身心灵甲家庭，也互因一生会当来得到上帝福气。福杯满满，会当来成做上帝所赐予的人。也愿上帝你的话对阮每一个人来提醒，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拄则咱看即个圣经的即个王，吼罗波安王，吼伊有28个囝，60个查某囝，吼，然后伊有几啊个太太，但是佫事业老爸真济啊，吼，但是这毋是今日牧师要分享的重点，吼，讲帮我这个简报笔不动了，再帮我重插一次。应该是电脑那边在用哦。好，这个坐囝坐孙的准备啊，好是上帝要互咱的祝福。但是这个圣经的这个罗波安王啊，还是不动，好，可能你那个滑鼠要点一下那个 PPT，OK， 好，这个有了好。这个罗波安王呢，好，伊煞接伊的老爸有的时阵呢，伊讲一句话，互人足着惊啊。这罗波安王，吼，伊坐起来做王的时阵，伊讲我的尾指比我的老爸腰较粗啊。好，尾指就是这个小拇指啊。好，咱的尾指，敢有可能比一个人的腰较粗吗？伊讲这个意思是啥物呢？好，原来就是伊的遮真侪遮的人来求伊讲王啊，即马你拄起来，请你会当甲阮减轻阮的遮的重担无，减轻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可以好比较轻省一些。伊考虑3天以后，伊讲无爱好，我的老爸好用鞭甲恁拍，我即摆要用迄个毒蝎啊，就是有带刺的鞭子来打你们啊。好，上帝讲我要这个罗波安王讲，我要互恁拍搁较重的担。好，所以呢，这个王呢注定就爱失败啊，就是爱失败。伫即个礼拜中间呢，好，咱的国家有来公布台湾人的平均的岁数啊，平均的岁数会当到几岁呢？平均来到是78岁左右啊。查某人会当食到84岁点几啊，将近85岁。男生呢，好，将近是76岁，好，但是平均起来的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呢，好，差不多在80岁左右啊，80岁左右啊。所以要食到80岁，吼，每一个人你若食到80岁呢，吼，其实咱的人生吼不止啊长，因为呢，甲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台湾人比其他世界台湾的查甫人比其他世界的查甫人加活7岁啊。女性，你若是台湾的女性，比世界的女性加活9岁啊。哦，上帝医生也甲伊讲，吼，你即马你的药啊食落有好啊，然后你当加活7年啊，你有欢喜无？哦，应该是真欢喜啦，吼，应该真欢喜。吼，上帝互咱对一个台湾人呢，伫即个世界呢，会当比同时代的人加活遮侪岁啊。吼，咱爱感谢，吼，咱有一个真好的医疗的制度，吼，甲一个健保的制度。总是呢，活遮侪岁，吼，咱嘛爱知影，咱活遮侪岁，人生的目的甲意义伫啥物所在？罗波安伊袂晓感谢伊的老爸，伊讲我的尾指头啊比我的老爸较粗，伊腰较粗。总是伊毋知影，伊即个活命是伊的老爸所赏赐的。
检测真侪咱的父母读册无读真侪啊，但是伊的人生会经过比咱侪真侪啊。至少咱的父母伊捌做老爸老母，甚至伊嘛才会父亲节是安怎？爱所有这孝单啊，拢爱父亲啊，就是爱派即个全家所有的担，甲所有爱立的，拢爱立，爱来做母亲、做父亲、做父亲啊。伫所罗门王，伊就是罗波安王的老爸，伊写一句话，咱做伙来读箴言20章29节。勇行是少年人的英光，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白头毛是老人的什么？光彩，所以咱若有白头毛，毋免想要甲伊捏较乌啊。其实白头毛也是老人的一个光彩。即个罗波安王真骄傲，但是伊无好好认捌伊的老爸。伊的老爸是所罗门王，去做圣殿王宫花园，花园是世界有名。然后佮土地开发，佮造镇，然后佮建军队。南方来的女王，拢互即个所罗门王，伊的一切行甲魂不附体啊！甚至即个所罗门王，就是伊的老爸，一年对外国收来黄金是23公吨啊，23000公斤的金仔。然后伊佮拍即个船啊，船队是当走船走3年啊，一届出去3年以后转来，早足侪礼物转来。然后伊的智慧甲伊的财宝赢过世界各国的君王，直到各国的君王拢要来见所罗门王。如果你的老爸遮厉害，你会感觉安怎？真光彩啊，非常的光彩！哇，阮的老爸足敖的，做市长、做县长、做总统、做所罗门王，应该真光彩。但是即个囝，伊竟然讲即句话：我的尾指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代表讲伊想要比伊老爸佫较厉害。但是事实上，敢有法度？莫讲伊老爸，就讲伊的阿公啊，今日是阿公阿嬷节，所以咱嘛看即个人，所罗波安王，伊的阿公是啥呢？大毕王啊，伊的阿公大毕17岁时阵，就出去甲人相台，台赢一个270公分的大汉人，叫做歌利亚。然后伊就成做即个国家的军官、指挥官。然后伊佫互人，毋是人甲选的哦，伊毋是去拜托，是人来甲伊拜托的，毋是伊去出去拜托人。人来拜托你来做阮即个国家的王哦，所以伊就成做以色列的国王，甚至伊嘛上帝甲伊立即个大笔的约大卫之约。你若去做遮个圣殿，伊要去，但上帝讲你袂当，你会当准备，所以就准备真侪遮个硬体、软体，最后嘛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人啊。所以咱咧读圣经的历代志，遮个王，倒一个是好，倒一个是上帝看做毋好，标准是虾米人呢？标准就是照即个人，照大卫，按照大卫，伊若有亲像大卫，上帝就看做是好。伊若无亲像大卫即个心，安尼上帝就看做毋好。毋是讲爱伊一年爱收偌济黄金，毋是讲伊会当趁偌济所费，是看伊甲上帝的关系啊。咱讲到阿公阿嬷，咱的阿公阿嬷读册无一定比咱较济，伊的人生无一定比咱较高，伊的人生无一定高有成功，但是因拢解锁已经安怎？成功啊，做阿公啊，咱真侪人拢做阿公，足欢喜的，终于成功了，人生解锁。咱的即个族谱呢，就是爱会记得，咱的顶一代。你知影你的阿公叫啥物名？请举手。你知影你的阿公叫啥物名？好，顶悬的，足少人举手。你知影你的阿祖叫啥物名？知影请举手一下。知影减足侪哦。阿祖是你的上面的4代哦。你知影你的祖祖叫啥物名？有人知无？真侪人毋知影。你连伊的名拢毋知影，表示你甲伊安怎？无啥物关系。但是你甲伊无关系吗？有啊。若无你的祖祖，敢有你的阿祖？若无你的阿祖，敢有你的阿公？若无你的阿公，敢有你的阿母？若无你的阿母，敢有咱伫即个所在？总是咱连伊的名，拢已经放袂记哩。但是咱的规本的圣经，咱即马在读即个历代志，将这个名留的意义，就是互后代的人
会当去孝念因，会当去找因的故事，至少嘛该留一个名。所以咱伫民间宗教，咱有咧拜公妈，拜公妈迄个祖先的迄个牌后壁拢有啥物？族谱啊，族谱，真侪人咧拜公妈，你毋知，真侪人毋知影，因为牧师，真侪去家庭礼拜阵，甲讲这后壁有写恁的族谱，讲敢有，结果就甲开开，讲我会当甲开无好，我开了摕出来，后壁真正有写，但是嘛捌看过，敢写一个，写甲伊的老爸，然后顶悬就无啊，就失去即个拜公妈的意思，所以咱毋知影咧拜啥物。做一个基督徒，你嘛爱认捌你的祖先，认捌你的阿公阿祖，若是会当的，将你的祖祖太祖拢家熟悉。我记得我足细汉时阵，我的爸爸就甲我讲，阮的阿公叫啥物名？伊摕一张单，然后写起到顶悬的7代哦，写到顶悬的7代。又拿迄个，然后伊放伫一个即个盒仔内底，迄个盒仔细细，但是敢是宝贝一样哦。迄个盒仔掀开内底，阁有我的土财呢，就是我出世的时阵家庭的迄个土财，伊嘛甲放伫迄个盒仔内底。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就一个讲，即个祖先的名，原来是真重要。但是咱爱去教咱的囡仔，做阿公做阿嬷，你爱甲你的孙仔介绍我是啥物人，我叫啥物名，你的阿祖叫啥物人，叫啥物名，互因会当熟悉啊。咱的阿公阿嬷无一定金玉满堂啊，就是子孙满堂。但是咱的阿公阿嬷至少要带孙怎样上教堂啊？今日我看到宝合祭，有带伊的即个孙仔来做礼拜，楼顶的我甲目前阁有即个子涵嘛，甲伊的孙仔伫遮来做礼拜，阁有看到会当顶悬嘛有是即个。即个盖钦长老嘛，剩伊阿孙嘉恩来遮做礼拜，所以遮拢是真无简单的。阿公阿嬷一个真要紧的，毋是只有分红包，嘛爱带他们上教堂，带因来做礼拜啊。因为真言讲，子孙是老人的花冠，老爸是囝儿的荣耀。咱做伙读一解，子孙是老人的花冠。老爸是囝儿的荣耀，拄则讲白头门是老人的冕旒啊，但是子孙嘛是哦，所以做一个老人，你要有2项代志咧。头一个就是要有留你的即个真水的白头章、白头门；第二个就是你的子孙啊，这个子孙毋是只有互因熬读册，互因熬足有学问的熬趁钱，足薪水足悬的。嘛爱带因去教会上教堂啊！不听老人言，安怎吃亏在眼前？拄则一开始讲，我的妹子比我的老爸又较粗，即个罗坡安王，其实就有一群老人甲因苦劝，讲你着爱安怎，你的国家就会当好势。但是伊无爱听遮个老人，伊要听遮少年朋友的意见，所以才会讲一句话：我的老爸用鞭甲恁拍，我们用迄个更较厉害的鞭来甲恁拍。圣经入面记19章讲，伫老大人的面前，着安怎徛起来，嘛着安怎尊敬因，因为着爱敬畏咱的上帝，伊是咱的主啊。真侪阵，咱看到老人，特别是咱即摆的少年人，坐迄个捷运啊、火车，看到老人安怎？继续咧耍伊的手机啊啦，继续拍伊的电动啊，无就是伫遐拄久啦、困啊。老人徛伫伊的面前，无爱徛起来，甚至阿公阿嬷咧甲因讲话时阵，安怎？翘骹，毋是练喙手啊，翘骹拍电动，看手机，甲阿公阿嬷讲话目睭甲看，拢无爱甲看，是毋是安尼？希望毋是安尼啦。若是咱的孙是安尼时阵，谁的责任？咱大家的责任哦。咱教出来的孙哦，对阿公阿嬷拢毋知影尊敬哦。阿公阿嬷要甲讲话，无时间、无闲，拢咧无心歹去啊，就是心歹去啊。所以做阿公阿嬷毋通伤过头，成囝成孙啊，爱教规矩。请咱做讲一解，阿公阿嬷爱教规矩，阿公阿嬷爱安怎？
教规矩啊，互咱的孙吼真正有规矩，无咱真正会害着因哦，亲像即个罗波安王，要抵到伊的即个国家，才坐位无到一冬哦，国家就散开啊，吼，就散掉啊。有一句话讲，上帝有囝无孙，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毋是做上帝的干仔孙，吼，是做上帝的囝。不管你即马食到偌老，食到几岁，上帝是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付清吼我们的罪债，吼像咱的老爸共款，将咱的遮一切的罪欠人的，拢甲伊害掉啊、清掉啊。然后上帝又通过啥信神、吼圣灵顶头生，互咱的人生真亲像老母的腹肚，搁再出世啊！耶稣亲像咱的老爸，甲咱的罪欠的拢付掉；圣灵亲像咱的老母，互咱当顶头生。但是咱毋是叫上帝叫阿公，咱是甲耶稣共款，叫上帝叫做阿爸爸啊。所以上帝只有囝无孙，每一个人拢会当做上帝囝。好，所以咱做上帝囝，你的孙叫上帝爱叫啥物？嘛是叫阿爸，吼，袂因为你是阿公，你是老爸，伊就叫上帝阿公。你的干仔孙，吼，你的孙仔的孙仔拢共款，吼，所以请甲咱隔壁兄弟甲伊讲，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咱拢是上帝囝儿。阿公阿嬷甲你的孙仔，吼，甲伊讲话时嘛是安尼，阿公甲你共款，嘛是做上帝囝儿。阿公虽梦食过盐安怎？比你食过饭较济啊，行过桥安怎？比你行的路较长啊。但是阿公嘛，甲你共款，拢做上帝囝儿；阿嬷嘛，甲你共款，拢做上帝的查某囝，无比你较敖。爱安尼甲咱的囝儿来鼓励，吼，因为诗篇120篇第3节，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赏。好，请咱做伙来读一解。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赏。诗篇127篇就是罗波安王伊的老爸所罗门王所写的诗篇。这首的诗篇中间讲到多子多孙多祝福。你若侪侪的囝，侪侪的孙，毋是你较敖，是上帝所赏赐的，这是上帝的产业。这个产业，咱就爱甲因固守啊，所以爱甲因固守。好，咱若去读诗篇127篇，后壁就讲爱固守，这个产业。上帝互咱的囝，互咱的孙，互咱的干仔孙，咱有缘有责任，就爱好好来帮衬伊啊。总是咱的国家所拄着，这是美国 FBI 伫3年前调查。全世界227个国家的中间，生育率全台湾迄当时排伫全世界的吊尾溜啊，车尾吊车尾，两个人结婚生几个，生无一个啊。两个人结婚了后生囡仔，生无一个，就是生育率在1以下，两个人生无一个。照你讲，拄好是偌济？两个人结婚来生几个？两个啊。结果连一个拢生袂出来，生育率只有0.9，代表对头生到骹头夫，迄支骹尾生袂出来，然后就无去啊，0.9若无生出来就是0，这是一个统计的数字啊。但是代表咱的国家拄着真大的困难甲挑战啊。咱的生育率有几项的原因，这是立法院研究的这个结果，放在立法院的网站上面啊。是因为晚婚还有不婚影响生育的人数，还有育龄的妇女，结婚以后年岁愈来愈多，要生的时阵袂生啊，生袂出来啊，影响生育的胎次啊，育儿成本过高，家庭经济负担沉重。第到生一个囡仔就去读幼稚园就纳袂起啊，读高中读大学纳袂起啊，袂生啊。第到咱的生育率，两个人结婚生无到一个啊，是非常的严重。但是背后的问题伫倒位？立法院伊嘛有做一个调查，我甲整理起来，就是2项代志。
头一项就是咱读册愈读愈册啊，学问越高，造成我们的生育率下降。因为咱要读硕士、读博士，你到本来你22岁就当出业，会当去做上班食头路。你到研究所25岁，然后读博士29岁，然后29岁以后，要结婚找无对象，所以呢，晚婚生育率，晚进入职场也晚婚也晚生啊，生育率下降。第二项就是咱的生活过了伤好啊。即摆囡仔摕手机一支爱偌济？后个月阁无几工，新的 iPhone 就要出来啊！迄个 iPhone 真侪老爸老母就开始爱啊！囡仔甲你爱，换爸母在爱啊！每一单就是咧重复上演。新的即个手机有啥物功能啊？伊即个手机本来就好好诶，超过伊个嫌东嫌西，哪会变遮慢啊？翕相翕起来，咱都足无清楚啦！大家就爱叫。生活指数提高，造成生育率下降、晚婚，因为饲囡仔所费相当，伊要买衫、要买册、要补习，要去学才艺，逐项拢起，逐项拢贵，根本就负担袂起啊，规气就卖生哦。少子化减菜有遮个红利，就是减少遮个多孙多烦恼，少子少孙就烦恼，减轻遮个烦恼甲重大，甚至环境的负担也减少，粮食的紧张也降低，甚至以后大家有厝拢会当较侪人来住，以后要考大学嘛较简单，即马呢足侪大学拢关掉，很多的公立、国立大学嘛在开始咧扣学生、招学生，无需要排队就当入去，甚至呢，遮个资源分配更合理。以后嘛，毋免阁照顾遮个老人，但是遐100年以后，咱的社会已经古当今就已经进入了高龄化、超高龄的社会啊。100年以后，我们才会减轻这个超高龄的社会，爱100年哦。即马出世的囡仔，伊拢爱面对即马超高龄社会，爱100年以后，那照即马数据，统计的数字。100年以后，咱的国家才会离开超高龄社会。但是这100年中间要安怎呢？少子化减菜有红利，但是更较大的危机就是以后咱的社会变做老人的社会，咱的总统变做是老人的总统，咱的市长变做是老人的市长。所有的代志，比如即马废掉的这学校，拢变做是社区的大学，拢互相来读，互咱这长辈老人会当来读。然后老人袂当退休哦，为什么？无人甲你饲，无遮个少年人在拍拼6岁，所以老人嘛爱哪出来上班哦。我伫美国时阵送批邮差，有一工甲我讲，已经足老啊。伊讲伊今日最后一工啊，伊要退休啊。伊讲伊今日是伊70岁的生日啦，伊爱做到70岁才当退休。台湾65岁，足侪人拢50岁就退休。但是伫国外，真侪已经退休啊，结果钱所费无够，孙啊无孙啊，无囝无孙啊，也是讲囝孙伫外州顾袂着，只好年老的时阵爱安怎上批，然后去超级市场去推那个推车，伫停车场塞迄个塞车啊，塞去啃，食到60、70岁、70、80岁，嘛爱伫日头下骹做工，为虾米？无囝无孙，甲伊照顾。咱看咱遮个德福的长辈，因逐工来交南教会拜一到拜五，透早9点到下晡3、4点，安尼规工伫遮敢营营啊？为虾米？因为因的囝孙拢甲伊安搭甲好势好势啊！下晡毋免困到，伫遐咧伊拉面，伫遐咧雕遐个牌啊。为虾米？因咱毋免去刹车啊，毋免去分传单。因为因拢有安排，因的囝孙甲因安排甲处理啊。但是对于咱的囝孙来讲，若无甲因若无甲因讲清楚、讲精明啊，凡事因无爱带、无爱生、无爱做老爸，就无可能做阿公阿嬷。将来因退休的时阵，爱继续为着家己的三顿，爱想办法，爱努力。牧师讲这个代志，听起来是真远的代志，但是有可能会发生无？
伫美国吼，足侪即种的阿公阿嬷，最后困伫街仔路，最后困伫路边，吼，最后无人照顾，吼，咱嘛当出去咱的桃园邮局头前看卖啊，这阿公阿嬷为虾米因爱困伫迄个所在？无厝、无囝、无孙、无人照顾啊！吼，所以咱着爱想较远的，吼，爱知影这是咱国家的问题。你代志下关12章，吼，才看到即个罗波安王，最后互上帝教示伊有谦卑。上帝甲因讲：恁谦卑，知影上主是公义，但是上帝原来爱互恁教示，知影服侍上帝甲服侍世界有啥物款的差别？服侍世界就是将你的人心、将你的所有时间，拢来为着即个世界伫服务。但是服侍上帝是将咱的人生，上帝放伫头前。上帝爱我做一个老爸老母，我就认真做一个老爸老母；上帝爱我做一个阿公阿嬷，我就做一个尽心对的阿公阿嬷。这是服侍上帝，为着上帝做爸母，为着上帝做阿公阿嬷，其实嘛是互你的囝，互咱的孙得到祝福啊！人生有3个不幸哦：少年得志安怎？大不幸。大毕少年17岁就做军官，但是互伊的头家迫害13年到30岁啊，伊才脱离伊的即个顶司啊。中年失业大不幸啊！罗波安41岁做王无到半年，结果即个国家分裂，失去3%啊，3%的人拢失去了。然后即个所罗门王是年老安怎？入花丛啦，食老的时阵才开始咧爱遮的查某人哦，1000个爱人哦，700个王后，300个嫔妃哦，比伊的囝较厉害。所以拄则迄罗波安吼，无算啥物啦，无算啥物。但是咱认捌上帝，这3项的大不幸，咱甲调整哦，真做祝福。少年的时阵就安怎学习上帝的话，亲像大毕。少年的时阵读上帝的话，真做学上帝心意的人。中年的时阵，就爱行上帝的话，实践神的话。像罗波安41岁，尾啊伊谦卑服侍上帝。食老的时阵就安怎享受上帝的话，亲像所罗门王，伊最后写传道书，伊咧甲咱考劝，伊留落来，互咱永远的警告，互咱就爱好好来钦调上帝啊！这个礼拜是阿公阿嬷节，检查咱的阿公阿嬷早就无伫咱的身躯边，但是咱原来爱孝敬因，将伊的名记落来，讲互你的囝，讲互你的孙、囡仔孙熟悉一下，毋通互因对即个世界上就无去啊！咱华人有一个陪墓扫墓节，扫墓的时阵嘛小甲因介绍一下，你的阿公阿嬷做过啥物款的代志，爱甲因孝念。然后，咱嘛爱为着咱的国家的领导者谦卑来祈祷。咱的市长、咱的政府的官员，甚至咱的牧师，所有最头的人，拢爱学习来谦卑，毋通骄傲，顶威风啊！我的姊妹，比我的老爸腰较粗啊，毋通有即种的想法，就爱谦卑。咱嘛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少子化对咱的将来有真大的影响。愿上帝会当互咱的国家搁一摆来强盛。今日嘛是遮的祖父母节，咱为着65岁以上遮的长辈，不管你有做阿公阿嬷，拢祝福恁会当做一个快乐的人生，嘛祝福恁拢有真有效的囝儿，圆满的家庭。为着咱的掌权的，为着伫今仔日小等咱要进行这个活动，也互咱伫即个活动的中间，咱来领受上帝听甲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对即段的圣经中间看伫背后，上帝你通过每一代每一个这个祖先对阮传承上帝你的祝福，因为上帝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是阮阿公的上帝，阮老爸的上帝，也是阮的老上帝。愿上帝祝福阮，互阮伫上帝家内面，拢会当福气满满，做囝、做孙、做上帝恩典甲福气。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咱做伙来吟这首的回应的诗346首。愿我哪行甲主哪我，请咱做起立来吟全首。愿我哪行甲主哪我，用手小天安宁。彼无路就大光照我。羔羊搁做阵，祈祷记着我主牺牲，所得幸福无边。对主的话心里奋起，体验加大恩惠，早日享受平安日子。受了地味欢喜，现今拄着患难时节，求主唔通放任，一心真啊平安的心，愿你搁再降临。我愿行互愿全相信。求你掌管我心，我真所爱我上罪过，不管伊是什么，则我完全对心千刷，只有来敬拜你。我答袂行甲主那我。心心平静安宁，顺家真跟最亲切我，你羔羊搁做阵。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阿爸天父，愿感谢你陪伴阮行过过去一礼拜，
互阮拄着种种的挑战，拢会使有勇气来面对，甚至对阮出世就带领阮到今，达成阮人生的成就，互阮过好的果子。总是想事是你，想去嘛是你，阮搭徛伫你的面前，献就阮的雨伞，献就阮的歌声，嘛献就阮的金钱，愿主甲纳，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即时请张凯安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即是来报告吼，但先要来欢迎头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毋知有无？咱德福据点有头一摆来礼拜来参加咱的礼拜无？若有请徛起来，互咱欢迎一下，有无？这个吼，来，古天之甲林丽珍夫妇是。伫头前即个所在，还佫后壁遐嘛有啊，吼嘛有一对夫妇，吼嘛是头一摆来礼拜，吼啊佫后坐伫后壁遐个姊妹，啊遮嘛有中间嘛有一位吼，吼咱拍拍来甲因欢迎啊，吼今日甲咱做伙伫即个所在来礼拜，吼遮嘛有，吼愿上帝祝福恁，吼嘛当常常逐礼拜日来教会礼拜，吼请坐。请坐吼，我咱来报告。咱今仔日是孝亲主日吼，咱有特别邀请德福的学员伫礼拜中间来献诗，愿主来祝福因每一个这个祖父母会当心心来建造吼。咱伫礼拜三咱有要举办3代同堂的闯关活动吼，若有想要报名要搁参加的游玩会使吼，你若之前无报到有想要参加小弟礼拜三会当到楼骹遐去报到吼。会当参加咱的教会圣教59周年的户外礼拜是伫10月13号吼，10月13要到伫淡水的真理大学吼，未报名的吼，会当搁赶紧报名。好，咱教会初要举行今年度的第5摆的圣礼典，8月31要召开小会。已经报名信仰个别兄弟会当伫8月31拜六的11点到教会来问道理。后主日就要进入9月份吼，请咱服侍人员注意时间，甲咱服侍的项目。咱的健康关怀咨询活动吼，今仔日有吼伫楼骹有健康关怀咨询活动，咱会当伫楼骹来参与。咱会见到现金的预备出清的活动到本主日截止吼，咱感谢兄弟的参与。伫8月28吼，拜三的10点半有咱的社区的讲座，即摆是要请王荣义牧师吼，伊的讲题是穿越梦境与自己对话吼。咱这每一摆的社区讲座拢有100多人来参与吼，伫线上吼，咱会当做伙来参加。9月7日下晡要举行志工的教育训练，咱会当做伙来参加。对这是合作社的消息吼。对9月7日开始，办公室的礼拜日的服务时间调整10点半到下晡3点吼。请社员来注意时间。对昨到今仔日吼，圣歌队的圣教之路因前往嘉义的祥和教会吼，祥和教会的徐玉丁牧师是咱本会出身的牧者。目前教会的事奉还阁欠缺交代的当中吼，请有负担的兄弟会当来参加参与甲参加训练。好，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以色列领袖甲王就谦卑认罪，讲上主是公义，历代志下卷12章60。以色列领袖甲王就谦卑认罪，讲上主是公义，历代志下卷12章60。伫遮补充几项哦。头一项就是咱搁一摆感谢咱德福吼，遮的长辈甲遮的学员，
今日伫咱的中间的礼拜、甲献诗哦、甲跳舞哦，咱搁一摆请因徛起来，吼，咱用拍鼓来甲因感谢，好，叫咱德福家的长辈哦，真欢迎，因拢足准时的，吼，足早就来这个所在，吼，啊，小等搁有活动，吼，请坐，吼，啊，小等因搁有即个活动，吼，嘛欢迎咱大家做伙来参加，吼，啊，另外我看到桂兰姐，这是你的新妇甲后生吼，吼，伫咱的中间吼，我较少看到嘛，请你们站起来来介绍啊，大家来拍手来欢迎你们，好，桂兰姐的儿子和女儿，好，让拍婆来欢迎因，好，请坐。另外就是咱伫咱的酒部中间有压一张即个黄色的单，吼，啊，咱即个黄色的单就是咱10月13要庆祝嘉南教会的设教59周年，嘛要为着明年是60周年啊，吼，所以咱有提早来举办户外礼拜，吼，这超10年才有举行一摆啊，吼，所以咱要去的是即个淡水的真理大学，吼，要伫迄个真水的教堂底下来做礼拜。然后咱要去参观马街牛津学堂，学堂，会当讲是全台湾北部上早的一个神学院啊，嘛是西洋西式的学校，即马佫保存。然后伫即个内底呢，然后足侪马街对咱台湾人的贡献包括咱即摆在食即个菜头、红菜头，像带来马街炸入来，咱食即个面豆啊，像炸入来。马街炸入来，咱即摆食即个柑仔米、番茄像炸入来，马街伊炸入来。咱即摆伫路边有即个相思树、夹竹桃，像炸入来，马街你莫看马街会晓挽喙齿尔，伊佫会晓种菜头，佫教人种遮的物件，所以伊呢对咱台湾贡献真大。如果你有咧种菜头你有咧种柑仔米你咱嘛爱孝念伊然后咱迄天的行程，就是有伫礼拜活动，嘛你若会当的，嘛当行去参观红毛城英国领事馆，甚至到即个淡水老街，也是马街的墓园，咱有分做4组啦，分4组，就看咱要行偌远，拢无爱行嘛有一组安尼，然后拢无爱行嘛有一组，所以放心袂强迫咱去行。然后咱嘛，迄天的活动暗顿要到大园，食即个老船长餐厅即个做海鲜足出名的餐厅，然后才转来，所以一天拢总的收费含保险一个人只有400块，所以咱后礼拜日是最后一天的报名，目前是340几个人报名啦，所以咱佫有150个左右的即个扩大。所以你若想要邀请你的囝、你的孙、你的厝边也是朋友，想要对伊来介绍嘉南教会，互伊有佫较有侪机会来甲嘉南教会牧师啦、长老啦、组长啦，甲因熟悉把握即个机会，400块退出，安尼有俗无？足俗的啊！你甲讲，我甲你出400块，我甲你报名，咱做伙来恁兜几个5个2000块，无要紧啊2000块，伊安尼嘛凡事嘛有机会出来一天。凡是你甲出2000，尾仔伊来参加，感觉足趣味的，伊佫甲你倒内3000，咱佫倒贴，讲生笑的啦。但是呢，咱是期待，咱伫9月初1，大家当把握即个机会。9月初1后要报名会使无？应该嘛是会使啦。但是可能就无遮俗啊，400块，变做4000块啊，无啦，变做405块，咱毋知影，但是咱期待，因为咱爱安排遮个车辆，食饭，佫安排遮个座位甲所有活动，所以请咱会当把以上的补充。请咱做伙来颂扬圣诗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万福本源，就万物者亲赞，天地实在上赞万世，阿罗白行是上帝。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探。信心的感动，甲恁尽三甲伫地，互恁会当领受上帝恩典，
不管做老爸、做老母、做阿公、做阿嬷，拢会当看到上帝恩典是一代传到一代，对今仔日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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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灭倒。咱如果小等要继续参加这个三代同堂的这个闯关活动，好，咱会当坐伫这个所在，好，咱过5分钟以后，好，咱就一来集合。好，如果咱若无参加，好，咱会当。